終於出發啦。2026年1月24號嘅中午，我哋嚟到咗洛杉磯港碼頭，睇唔睇到前邊有一艘超級巨輪停喺個港口度？佢就係皇家公主號郵輪啦。外面已經有好多人喺度排隊準備上船啦。睇下我啲朋友亦都到齊咯，好快就完成咗登記嘅手續，領到咗呢個勳章 medallion， 上邊有自己本人嘅名，佢係你喺船上邊嘅身份證嚟噶。唔好睇佢咁細細個啊，佢包含住船上好多尖端嘅科技。佢唔單止係房間鎖匙、定位裝置，亦都係船上面嘅消費卡，而且唔同嘅顏色仲代表住唔同嘅等級添。我哋要上船啦，係咪好興奮呢？從今日開始，呢一艘郵輪會用一種輕鬆悠閒嘅方式帶我哋去探訪墨西哥。先去睇睇我哋個房間，勳章一靠近房門就會自動解鎖啦，真係好方便噶。今次我哋選擇嘅係10樓嘅內艙房，一入門口就係洗手間啦。房間好細，但係該有嘅設施都一應俱全噶。我哋而家去餐廳食午餐先。每個客人進入餐廳之前都會被要求洗手噶。自助餐廳位於16樓。餐廳好大，食物豐富，品種繁多。呢個就係我哋喺船上邊嘅第一餐啦。下午3點，郵輪準時啟航。聽下，連開船嘅鳴笛聲都咁好聽㗎喎。跟住落嚟嘅8日7夜，我哋將會同呢一艘郵輪一齊喺呢片蔚藍嘅大海中同行。而家先熟悉一下郵輪嘅環境。公主號郵輪係全球知名嘅郵輪品牌之一，而呢一艘皇家公主號郵輪更係旗下邊嘅明星船隻嚟噶。佢係由英國凱特王妃親自命名。佢嘅總噸位達14萬噸，一次可以容納3500幾名賓客噶。郵輪嘅最高層係18樓，我哋而家上去睇睇。哇，企喺最高處可以俯瞰整個郵輪嘅公共區域。頂層主要係集中喺16樓，呢度有露天泳池、按摩池、酒吧，仲有空中走廊。食物餐廳，比如披薩、炸雞、薯條同埋雪糕店，睇起上嚟佢就係一座漂浮喺海上面嘅度假村，匯集咗豐富嘅餐飲選擇、精彩嘅娛樂表演同埋多樣化嘅休閒活動，係一處可以盡情放鬆身心同埋享受假期嘅地方。除咗16樓到18樓嘅露天區域，喺5樓到7樓嘅中庭廣場，亦都係一個好熱鬧嘅地方嚟噶。呢度有餐廳、酒吧、劇院、畫廊、賭場、名牌商店等等。客服中心亦都喺呢度嘅噃。每日嘅晚上，呢度都會有好多武林高手登場噶，而且大多數都係年紀唔細嘅長者嚟噶。真係希望我到咗7老80嘅時候，都能夠擁有咁樣嘅活力就好啦。郵輪每一層都有洗衣房，所以其實唔需要帶好多衫噶。你可以喺船上邊乜嘢都唔做，日日瞓喺個甲板上邊曬太陽、睇日出、等日落，將時間完全交俾大海。當然，你亦都可以做好多嘢喎。可以做啲咩呢？嚟啦！跟住我個鏡頭一齊去睇睇。健身房就喺17樓，我每日都會嚟呢度揮汗如雨，只為減少一啲食得太多之後嘅罪惡感啊！健身房外面有2條跑道，一邊係步行道，另一邊係跑步道。每日朝早都會有好多遊客嚟呢度散步或者跑步噶。呢度仲有提示牌，話繞場7圈就係1英里。喺呢度我通常會一次競走2英里嘅。
原來一邊鍛煉一邊睇海，亦都係一種享受嚟㗎。晚上嘅7點半，劇院會有音樂劇、歌舞劇或者 talk show 嘅表演，而且每一晚都幾乎全場爆滿，所以一定要早啲嚟，先能夠揾到正啲嘅位㗎。喺郵輪上邊睇日出、賞日落，係一種近乎儀式感嘅體驗。呢度嘅日出完全冇陸地嘅遮擋，係真正從海平面升起嘅。當雲層逐漸散開，遠處嘅天空染成咗橙紅色，一個白色嘅光球慢慢咁樣升起。呢個時候，海面從黑色轉為深藍，波光輕輕咁起伏，日出個光芒逐漸強烈，新嘅一日就咁開始啦。船上邊有幾個露天嘅恆溫按摩池，如果要消除疲勞、體驗放鬆身心嘅快感，嚟呢度就啱啦。但係呢度嘅按摩池唔大，最好就係朝早天啱啱光嘅時候嚟，因為呢個時候遊客少，會更加安靜舒適。我最中意一個人坐喺船邊嘅太陽椅上邊，望住大海，思想放空。呢一刻仿佛所有嘅煩惱都可以交俾大海。郵輪上面嘅賭場喺公海區域係合法營運嘅，所以唔少賓客都會喺呢度消磨時光。運氣好嘅話，唔單止可以賺翻呢一次嘅船票啊，講唔定仲可以贏到下一次嘅免費房間哦。玩啤牌、打麻雀，亦都係我哋最中意嘅休閒方式。郵輪上邊幾乎每日都會有抽獎活動，吸引咗好多賓客嚟到咗現場，氣氛好熱鬧。Allow the number after me, which goes 5, 6, 5, 3, 7, 1, 8. Last 3 numbers are 1, 8, 1. 1好似冇啊 ，Ready？但係呢度嘅中獎概率好細嘅，每次只係送出2-3個獎品。自在參與就好啦吓。船長香檳瀑布嘅活動喺5樓嘅中庭舉行，佢哋用幾百嘅香檳酒杯堆搭成3米高嘅金字塔，等船長致辭之後從頂部倒香檳，賓客亦都可以排隊體驗倒香檳喎，仲有專人同你影相添，好有儀式感㗎。喺科摩拉正裝晚餐，又稱船長晚宴，賓客都會盛裝出席，同呢度嘅侍應生互動狂歡，仲有機會同船長合影留念添。而家嚟睇睇郵輪上面嘅餐廳，呢度有2個自助餐廳 ，Horizon Call 同 Horizon Bistro， 係船上邊最大嘅自助餐廳，佢哋係連喺一齊，中間可以通過噶。呢度提供早餐、午餐、晚餐同埋宵夜。呢度嘅食物包括咗世界各國嘅料理，好多嘢食噶。嗱，我最中意呢就係呢個現場即煮嘅拉麵啦。郵輪上邊有3大主餐廳 ，Symphony Dining Room、Allegro Dining Room 同埋 Concerto Dining Room。我哋每一日都會喺 Concerto 呢間餐廳食晚餐，因為係喺上船之前就已經訂好位噶啦。另外 Allegro 呢間餐廳我哋只係去食過1次早餐，聽講佢仲係郵輪上邊唯一一家可以食到木瓜嘅餐廳。睇睇我哋呢位姐姐嘅操作，魚生夾麵包都搞到咁有儀式感喎。呢3家嘅菜單基本上都係一樣嘅，只係用餐嘅形式不同而已。
通常係西式正式晚餐，從沙律、湯品到牛排、海鮮同埋甜點都有。大家嚟睇睇我哋食過啲乜嘢？雞尾酒拌蝦、海鮮濃湯同埋沙律係我哋每晚必點嘅。西式主菜有焗三文魚、牛排、海鮮意麵、香煎鱈魚，仲有焗燒腩肉添。各式各樣嘅甜品讓人無法抗拒嘅。而家你哋知道我點解日日都要去健身房啦。更有意思嘅係喺郵輪上邊嘅最後一晚，居然係我哋兩位靚女同月同日嘅生日。餐廳嘅侍應送上咗精美嘅蛋糕，大家一齊唱生日歌。祝佢哋青春常駐，快樂常伴。我哋呢一趟嘅墨西哥8日7夜嘅郵輪之旅，會停靠3個港口，包括咗 Cabo San Lucas、Marcelet 同埋 Puerto Vallarta。喺下一集，我會帶你哋一齊去睇睇呢3座好靚嘅墨西哥海岸城市，唔好行開喲。好啦，呢一集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。